大甲妈今年4月21要出巡咯，因为4月22就是世界地球日。环保团体早起伫新北市三重埔的陈石宫，甲灭访有专家开记者会，因这回呼吁讲，因为气候变迁，即马是愈来愈无法度风调雨顺咯。望讲政府甲民间着爱积极减碳，无30冬后，妈祖伫这个时阵出巡，平均的温度会超过30度。 伫车顶斗太阳能板的三轮车，会使伫大甲妈游行的时提供沿途信度手机充电。这是环保团体绿色和平组织设计的绕境净零三轮车。在沿途其实都有不少的热情的民众会去分享食物啊、饮料啊这些物资。那我们想说，用再生能源来让大家看到，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新的尝试。那我们也希望让更多人看到气候变迁的这个议题。 气候变迁也会影响绕境活动。根据环保团体的统计，1988年大甲妈绕境的路线，沿途气温大约是25度到26度，现在时是27度到29度。若是无积极减碳，估计2050年的温度会升悬到29度到32度。加上台湾的湿度高，就较会造成信徒的热伤害。绕境来说的话，平均的湿度我们看到是80%左右。那如果说对照温度的话，其实只要温度超过30度，它的体感温度就已经会来到37度。那以这个热伤害危害的这个分级表来看的话呢，其实它就从1级跳到了第2级。那在2050年就已经来到了第3级，是很快就会出现热伤害相关的症状，例如说呕吐啊、中暑啊、热衰竭等等的。风调雨顺这4个字，在台湾越来越遥不可及，我们必须要用行动，赶快来做这些支持。 皮克并表示，这3年台湾发生2摆严重酷旱，今年南部的水情可能一直到5月底进前，拢无法度解决，也会影响经济发展。环保团体呼吁，2024年大选就要到啊，各党的总统候选人也要有气候观念，提出具体的净零政策。记者郭文điều随新北报道。